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有食药，有行气，有烧香，有保庇。意思是尽人事，听天命。万人代志，只要有拍拼，必然有相对的回报。一分的付出，就一分的收成。比如讲，破病时食药会使治疗病痛，破病去找医生摕药来食，对治疗病情有帮助。若信众希望讲，神明只袂顶兼保庇，起码爱烧香拜拜。若要食神明，就算要甲你保庇，嘛唔知你的名字甲住址。所以讲希望神明保庇，烧香拜拜，这是上基本的礼仪。像真济妈祖的信众，无论是替爸母添福寿，替囡仔求平安，也是替本身求健康，希望事业顺利，拢会去拜拜，或过对妈祖去进香。总有一句万人代志，只要经过拍拼，加加减减，拢有效果。今日这所讲俗语是有食药，有行气，有烧香，有保庇。